香港未來嘅經濟咧係由 AI 同埋自動化應用為核心嘅驅動力。PayMe Asia 咧已引入人工智能技術，將大部分嘅申請流程咧自動化，唔單止咧大幅提升咗申請處理嘅速度，都為未來智能支付管理奠立基石。善用於 AI 結合用戶嘅體驗同埋商戶嘅服務，創造更加多嘅可能性。我哋而家嘅重點咧，其實係令到我哋嘅用戶咧喺日常嘅消費嗰度嘅體驗更好啦，同埋有更多嘅優惠可以享有到。咁同時亦都幫助我哋嘅商戶做大個餅。咁商戶方面，我哋推出咗一系列嘅 AdTech 嘅方案啦。咁希望幫助到我哋嘅商戶提升佢哋嘅曝光，令到佢哋接觸到更多嘅客群。PayMe Asia 咧希望扮演嘅角色咧係將支付、數碼營銷、AI 嘅自動化同埋物流服務整合埋一齊，成為嘅商戶嘅增長嘅夥伴。未來嘅數碼經濟競爭唔單止係速度，而係有冇能力咧為商戶提供更有優質、完整同埋智能、更貼地嘅服務體驗。